你跟其他女人有什么關係？跟我有什么關係？建熙，別鬧了。誰跟你鬧了？無聊。奶奶，你找我呀？哎，来，坐。奶奶呀，想跟你谈谈心。好啊。我呢，有点私事儿啊，想問問你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奶奶，你這個話說的太見外了，我們都這麼熟了，有什麼事兒問吧。你現在有男朋友了嗎？奶奶，你怎麼突然問這個呀？我之前一直考慮學習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沒有交男朋友。哦，哎呀，你現在啊已經畢業了，也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。你看你長得那麼漂亮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我沒什麼要求，只要人好，對我好就行了。啊，那經濟方面呢？有沒有考慮啊？經濟方面那就更沒什麼要求了。奶奶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呢有一個遠房侄孫呢，想介紹給你。他呢現在啊在大學當老師，長得那是一表人才，人也很好。家裡的條件呢雖說不是什麼大富大貴，那也算是個小康人家了。父母都是大學教授，標準的書香世家。我看你們兩個倒是挺般配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為我着想，但是我現在真的沒考慮個人問題。怎麼？你是覺得我這遠房侄孫配不上你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奶奶介紹的人一定很優秀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別說了，聽我的。哪天呢，我安排個時間，讓你們倆見個面，你呀，肯定會喜歡上他的。常志成，你是？哎，你先回去看看，然后我们再继續談。